台语真认同，愈讲愈认同。大家好，滚边。来，我小姐。讲到最近网络顶管上清的议题就是山路配塔拉的一生。华语讲是山道猴子的一生。这个影片有啥物会清？伊这个影片主要就是咧讲一个刚出社会的少年囡仔，伊伫咧便利超商做工课，一个月领3.7万，3万7对即马刚出社会算是袂歹。拄好过生活。嘿，因为伊当3万7，伊就要互大家感觉家己生活过甲足惨，所以伊就去贷款，为着要买车，甲家己的车本塑胶车改成重型的机车，牵别人去山路顶悬飙车啦。除了安尼以外伊阁因为这个车来拍到一个七啦，阁要增加家己 IG 的追踪数。也毋过到最后咧，煞变成讲伊拄着一个水查某囡仔，甲反背，互伊做乌龟。IG 的追踪数虽然讲有变悬，也毋过嘛无讲加这个。伊趁3.7万，也毋过伊逐个月就是为着安尼要去买迄落交一寡贷款钱啦。无用车。嘿，对，而且伊阁借钱，互反背伊的迄个查某囡仔。真正是互人当作盘啊！嘿，当作盘啊！所以伊互做乌龟了后，爱阁为着买着遮摆的歹当旧车，就是讲伊改过迄个物件，可能是仿的。所以为着反背伊的爱人，阁有为着买这歹当旧车，伊就爱派一堆笑。其实伊尾也阁有交第二个女朋友，是。毋过伊就是因为前一阵仔去互反背，所以伊对即个新的女朋友也是疑神疑鬼。害即个女朋友我感觉足忝的，就安尼离开伊啊。后来阁因为伊的朋友，伊本来有一阵朋友嘛，毋过伊的朋友咧，就是感觉即个人足自私的，所以咧就甲伊踢破面，就心情足压杂的，伊就去山路西山路，想讲透一下气的。结果咧，就拄着另外一个嘛是骑车的技师，就是讲要甲人批车，煞无说你摔一个厝出去，弄着火车过身去啊。这故事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爱骑车的人，为着要出去风行，弄着一个卡车，就安尼过身去。这个山路配塔拉一生伫网络清起来，毋是单因为这个故事表面看起来安尼尔，就是你注意来看伊内底除了改车、批车这个代志以外，伊阁有譬如讲IG 追踪数这件代志，阁有感情观这件代志，所以大家对这个足侪元素伫这个影片内底，拢会摕到一个共鸣。讲到这个 IG， 我确实嘛是感觉足有共鸣。嘿，我 IG 这我嘛是足有共鸣。我就是定定感觉我 IG 今仔日阁减3个人追踪。心情拢会足歹对，我 IG 今仔日加5个人。爽几工。爽几工诶。除了伊的剧情照接近咱的生活以外，伊即个人物的原型最近伫台湾嘛唱起来安尼。虽然呢，即个创作者伊毋是用伊的原创的角色，毋过若是常常咧看面的人就会知影即个创作的风格就是生做安尼。你莫看伊的线条，敢若足简单的伫咧头遐加几条撩痕，毋过伊迄个无奈的表情，其实会使运用伫咧足侪情景内底。是啊，听讲即个 Wojak 你讲的即个风格，听讲伊上早是为波兰和德国的论坛顶悬来的。伊虽然讲一开始当有一个查甫囡仔的一个形象，也毋过到最后慢慢伊嘛有画出几个比如讲足水的查某囡仔一寡形象啊，就像咱伫迄个山路配塔的一生内底看到迄个查某囡仔的模样。阁有足侪无共的角色慢慢出来，阁有人甲伊做成 NFT 来卖。这个角色是面内底足侪人咧注重咧用的一个角色。是，也毋过我感觉上厉害、上高的所在咱人有法度甲伊原本创作出来的这个角色，慢慢加工二度的创作，去甲这个物件变成另外一个好笑的物件。比如讲山路配塔拉的一生，这就是其中一个。你若讲到这款，就是你甲图安尼现出来，大家就拢知影的面我要去介绍一个叫做小慧茶。伊最近有上新闻这较悲伤一个，因为迄个小慧茶伊的原型迄只茶犬伊就是前几工过身去所以伊就去上新闻安尼。毋过若是讲到即个面大家上早对伊的印象就是有一个生足侪经脉的茶犬，对比另外一只倒伫咧涂骹蓝是安尼茶犬，就是要对比一个足高足勇的人，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较懒惰的人。伫咧咱即个世代，敢若就是较无在流行迄款啥物爱拼才会赢大家就是爱拼迄款，大家顶多是较喜迄款这活
啦，我就烂安尼。嘿啊，我就烂我就大家拢讲咱草莓对啊，对，我就笨死啊。啊，就无要紧啊，我就是倒伫遐。我就倒伫遐，反正大家拢安尼讲我，所以要紧。较有共鸣的，可能就是迄个消费差。所以吼，做者媒音最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吼，你爱在地化，用台湾的语言落去讲的时阵，大家较有感觉出来。啊，角色共款，为啥即个角色会红甲全世界拢是？因为吼，伊的表情看起来，大家拢会当体会。所以吼，你看哦，伫咧咱台湾本土嘛是有一寡流传甲足快的一个迷音，譬如讲吼，咱看着另外一个影片是咧讲吼，用性命咧做英文作业的迄个影片。告白告白。对，我都看到的时阵吼，真正笑甲冰过。我是感觉对当事人较歹势啦，因为伊原本是足认真咧做一个英语的报告，啊，毋过煞伫咧影片的最后。就是讲吼，有一句话安尼讲啦，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我感觉这就是这个影片上好笑的所在。是啦，啊，所以吼，咱讲到这，哇，咱那8点档嘛是足侪笑过的题材，当起来做面的哦。譬如讲，伫以早有一个8点档《夜市人生》内底有一个叫做雷锋的一个演员，伊咧做受气的时阵，伊摕一粒柑仔，伊就甲迄个柑仔叮到出食的时阵，伊看恰恰，因为这个剧情看起来足不可思议，也毋过伊就是甲这剧本想出来啊。啊，佮有另外一个嘛，共款是伫《夜市人生》内底，就是讲吼，有一个演员，伫迄个落雨落足大的时阵，走出去马路顶悬，用一个卡车过来，甲伊弄去。迄个人叫做 Michael 嘛，啊，弄 Michael 飞出去的时阵，有当时咱就是伫头前安尼转一下，啊，伊就落伫个裤骹嘛，对无？对。但毋过伊即个效果是较做，弄出了飞去天顶，飞过来淋了，较落落去裤骹，无可能发生的代志。也毋过吼，伊家己做出来啊。啊，即个媒音吼，到最后吼嘛有互翻译做日语，伫咧日本遐流传。其实吼，伊去弄出去时阵啊，你拄则讲的你迄个演员雷锋，伊就伫遐边啊喊 Michael， 结果就去互迄个网友加做一个 rap 版的。所以吼，这媒音这物件吼，其实台湾做侪本土创作出来的媒音。而且咱就是讲，这出戏有啥物才像，你才讲的，迄个山道配搭的一生嘛。除了讲伊原底的剧情就足含糊的，嘛是讲吼，这二度创作的这个创作者就有创意的啦。无论是这款自头到尾拢是原创的，还是讲用其他的素材来去二度创作的，拢是讲考验讲咱是安怎去理解这个好笑的环境啦。对啊，咱定定咧讲着讲吼，台语这个物件就是爱对时代落去行，有面这个物件，你看到你嘛是爱主动去了解。而且我感觉安尼嘛是会使互台语搁较接近咱平常时的生活。那后回这时间继续去看台语1点钟咯，拜拜。